大家好，我是周丹薇。我曾经得到巴拿马国际影展的最佳新人奖、亚洲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。我的父母亲他们当时是不愿意我进演艺圈的。我们家书香门第嘛，我就爱花，不管是虾米花，我拢爱。我甚至于开了一间花店，好漂亮哦！你不觉得它好优雅？那咋撒会？我重新回到学校读书，拿到了戏剧系的硕士学位。问爸爸妈妈，是我这一辈子最深的羁绊。拿回来看，我妈说：“哦，这个好漂亮。”问妈妈都讲去做吧，你去做吧。技能三，水啊，来啦！啊那周杰算是领金的吗？还好，他一定要更认真。我的人生的下半场，我希望我能够活得更自在、更喜乐，充满了爱心。我走着人生